那如果累。以后如果跟你一样都晚婚，你会不会担心他担心他不精子卵子的早问题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像你各方面都跟你一样。他，我 OK 啦，你会担心吗我？不会担心啊，现在有人在追吗？绝对的吧。绝对，你为什么要发名片？然后他叫这是我们是绝对的吧招生意，我们发名片不是要我们不是找男友，这是婚顾公司，这是婚顾公司也，不是很多人在追吗？算一下，哇，这个厉害算一下哦！脚趾头。没有啦，就是我还没有喜欢的哦。认真的啦，有没有几个人在追？真的很多人追哦。真的有啊，还有喜欢的吗？还在过滤，跟他一样过滤一下，从你700这样讲完人过滤到560。就是讲完，现在狗仔就跟你了。哎，对，等一下就跟不是，没有啦，我就是都就是大家都来嘛。赵哥来婚宴场地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唏嘘啊！我刚刚一进来，我就想说奇怪了，我自己都没搬那么大，那么一做这个节目帮人家搞那么大个，我自己的都小办，结果现在接这个节目不，干呢？哎，可是反而是这2年的经验完全派上用场，我完全知道新人在担心什么，或是怕什么，或是想要什么，不要什么。那过程当中就是以这种角度。那露露比较像是以一个待嫁女儿心，就是说，就是很想嫁。对，很想嫁啊，会期待什么？对，你的唏嘘跟我唏嘘不一样。他说办不成，然后我是想办，但是还要先找人再办一下。好好哦，而且你知道每次看到那种就是求婚的桥段，或者是爸爸然后把手牵哦，我们俩真的老泪纵横呢，就是哭到不行。第1集我们录的就有这个场面，对，哭到不行，所以我们完全不认识人家爸爸，对，就不认识人家，然后牵着去。对啊，因为我是那种平常网络上看人家求婚，都会在电脑前面哭。网络上你就会哭啊？会啊，求婚那种求婚的片段，就觉得哇天哪，也太感人了吧！就真的不认识，可是那个很幸福的感觉。对，会被感染。对，我们已经录了1集了嘛，真的一直在补妆，一直在对，一直在哭，受不了，就是人家这样，虽然真的我们好像一面之缘了哈，可是就会非常感受到那种甜蜜的气氛。真的，大家那种好像等了很久啊，这一辈子啊，所以这个节目会非常非常有趣，又感动，充满了爱的，太有爱了，也充满唏嘘。歌手的歌词是不是都很强啊？哦，保证强哦。应该啦，应该啦，是花光自己的人脉。话不要讲太满啊，不要讲太满。不是，你也要给电视台交代啊，到时候人都没来，你负责啊，我负责上，你负责硬叫我的粉丝去结婚，对，你们可以感动一下。对了，这个当然我们都希望是类似，起码要巨蛋等级，对，金字辈的，因为你打开门，然后那个几百个宾客，你要看他那个 live 的真实反应。你如果没有这种等级，你大家这样加分，还哭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还要最好是老的长辈到年轻的亲友都认识，这难不难？这就最难的，老中青都要对啊，因为你一个喜宴各种年龄层。然后知名度很重要，年龄层很重要，歌的朗朗上口度、流传度也很重要。他的歌里面不能都是悲歌，也很重要。然后一出来唱以后别做朋友，他可以唱好不好啊？对，可以唱。为什么要唱？因为他前阵子在南部帮人家唱的，免费唱一场。对。所以就是卡斯，我们尽量都是朝这个方向。对，从主桌到最边角的桌都要认识的。对，朝这个方向去。那没差，最坏就我们2个上去唱。对啊，两位也是歌手啊。对啊，那个干嘛？是不是？我们也是金字辈吧？对，奖得很多啊。对啊。讲到这个，自己暖壶不开自己开。你有来啊？你怎么说出来旁边就这么快。我问你一题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个节目有2个目的，一个把你嫁掉。如果最后1集是露露的婚礼，你说这个屌不屌？可是如果才做1季，没是2季，我们尽量看能不能做第3季，做第4季，第5季，尽量1季不能就2季嘛。第2个就是说让你得金钟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哇塞！就如果这个节目很有福气，因为我们会带着满满的幸福哦。对。一个就是把你嫁掉，一个就是最后得金钟。我觉得得金钟应该比较。你觉得得金钟容易吗？他已经杠7次，Lucky 7。人家说什么？
结婚后谁嫁前？抓波钱谁嫁？哦，耍波钱谁嫁？对啊，那说不定对啊，我就先嫁掉，要先有人娶，然后就得节目就得奖哦，那这样很好哎。谈心。对啊，可以啊。还是已经有了？没有，我现在都在问新郎说，像我们弟姐新郎说，哎，你们身边有没有不错的他弟弟啊？弟弟啊？哎，弟弟长得不错，找弟弟你单身吗？然后或找男方桌的朋友下手。对。他说，然后新娘我有问新娘说，那你身边很不错的吗？身边还有没有单身不错的？对，所以也是我一个我很好发名片的那个胎女，所以他在请联络我，单身的话可以跟我联络。印都印了，不拿白不拿，不拿白不拿，董事长，人生第一次当董事长，这个纪念。我是执行长，人家都嫁了，人家多好，结过婚了，那你不好说，可以再用吧。金婚银婚的时候，哎对，你从本来的50-60桌，变成5桌，变成4桌，啊，你宾客要怎么调整？本来700人变成60个人，哇！你说这个怎么安排？所以我最后只有下一个指令，就是说我只有一个宾客叫张小燕姐，其他的啊，我爸我妈你们自己处理。我的朋友都不进家宴，全部你们我不知道怎么过滤啊，我怎么从600个700个变60个？所以最后就只有一个小燕姐。我请我的家宴只有一个我的朋友，就是小燕姐。没有露露。哎，对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座位也不够，我们没有麦克风，桌这样子，音响设备就简化，就越简单就越好。